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也係報嘅吼天時啊，近來近嘅咧。我相信大家啲按用嘅天時啊，都會想嘅來運涼嘅，來比涼嘅啊，也係講來運病。啊，唔過其實病啊有分多種無共用嘅病。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意大利式嘅病哦，有乜嘅無共用咯？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 Baxter 嘅店長來分享車美儀分享。我是謝夢宇，大家好。我演主動做病的小哥。哦，來分享夢夢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接下來佢還有另外一個吼共用啲呀店鋪呀天數做病的呀夥伴哦，來分享劉德義分享。大家好，我係劉德義，我係的便店店主嘅台飯叔。哦，台飯叔也係人嘅綽號，是不是？哦，其實家下同嘅夢夢講行嘅，只有佢講到懂吼。不過佢其實你咩客家人，你不是客家人，對不對？哎，我不是客家人，我是閩南人。但是你學得蠻好的。謝謝。你是跟台飯叔學的嗎？哎，對，因為我突然發現我身邊就是很多的，像是德義這樣子的那個客家朋友，就隨便問，哎，那個什麼客家話，哎，他就可以教我了，講的都非常標準。對，很標準，所以台飯叔也係呀爸爸。係啊，我爸係我係台飯叔。啊，所以哈，呀，他天時機條前觀眾朋友就會覺得聽到台飯叔就覺得很親切的感覺。但是呢，呀兩個後生人，我同大家來講嘛嘅，我同大家來講，意式的餅，意大利式的餅，其實我們吃的冰淇淋非常多種，台灣有剉冰啊，然後還有泡冰，這我們很本土的冰，對不對？然後甚至對，各種冰都有。然後我們比較熟悉的可能是，現在到處就可以擠出來的那種蛋卷冰淇淋，對，雙淇淋類的。但是今日兒童太高來講嘅，很多意式冰淇淋，意大利式的冰淇淋，真的同我剛剛講的那種雙淇淋有什麼不一樣？差異其實最標準來講的話，就是可以分一個美式冰淇淋跟一個叫意式冰淇淋。美式跟意式，那他們當中都有官方的規定。我就現在比喻一個美式冰淇淋。美式冰淇淋他們的所謂他們的空氣的含量啦，還有一些比如說一些細微的官方規定。那最重要的是一個就是乳脂肪的含量，就係牛奶裡面對，或鮮奶油，對的那個乳脂肪。那美式冰淇淋就是像哈根達斯的那一種類型的話，他們規定要在10% 以上。這個是有規定，不能低於的，對，不能低於10%，要超過，油脂要多。那像意式呢？意式就規定了，就像是空氣含量啊，或者說像裡面的食材啦，那就是乳脂肪含量不可以超過8%。哇，嗰種美式冰淇淋，它的乳脂肪二低10%以上，然後意式冰淇淋要在8%以下，嗰種按用感覺起來，意式的冰淇淋係比較輕盈的啊，感覺比較沒有那麼胖的一種冰淇淋咯。可以這樣講，應該說，我覺得可以講說它比較健康，因為有一些這樣的規定的情況下。在意大利那邊，他們的從以前到現在的文化，就是說他們會拿水果、果汁類新鮮的，然後來去做冰淇淋。所以他們的規定就是而這樣而來。原來係按呢，故說主要以水果以果汁為主，就像我面頭前呀哈，用嘅一滴，這看起來很奶，好不好？這一個是空氣的顏色，空氣，所以現在我要吃空氣。對，你應該說，因為我們空氣沒有顏色嘛，所以它其實燈光打下來，它就是白色。對，而且它好漂亮哦，我還看得到上面有一些綠色的細點誒，呀，黑馬該 Q 米是什麼口味的冰？這一個是我們的檸檬冰淇淋。哇，這個感覺好棒哦！而且以按用葉希來，我覺得它的觸感同愛平常時色類冰淇淋不太一樣。對，平常時那邊按用挖起來，它比較滑順綿密的感覺。啊，不過有一些的像沙嘅感覺，有沙沙的感覺。對。這個是它的，我的流口水。但是像你剛剛講滑順嘛，那個是這就是靠乳脂肪，就是靠比如說鮮奶呀、鮮奶油。我吃進去，我還是覺得它是滑的耶，因為我剛挖以為它是沙的，那吃進去是滑的哎。對，那其實像
我们这一款冰淇淋，我们又可以有它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 sorbet。哦，我有听过哎，对，是不是在外面有商品叫雪贝？对，或雪霜。雪贝、雪霜。那这个 sorbet 它这个要求就是说它不能有乳脂肪在里面，它就不能加鲜奶。古手亚雷蒙 Q 咪就是它就是我们是用柠檬汁下去做的，它完全没有，对，它就没有加牛奶在里面。哦，所以有些朋友他就是不愿意吃乳糖不耐症，或者说他没办法吃的时候，他就可以选这种 sorbet， 对，它就没有加鲜奶油在里面，或者没有加鲜奶在里面。停不下来，好好吃哦。谢谢。所以像你刚刚讲的，尼泰利色雷本意式的冰淇淋，它的乳脂不仅要低于8% 以下，甚至没有乳脂也是可以的。对，也是可以的。哦，完全没加任何的牛奶，因为据我所知，要做冰淇淋，它有很多条件。我以前看到的食谱啦，就是它一定要加一个乳化剂啊，然后就一定要有油脂啊，才有办法让它变得滑顺，有这样子的口感。最简单。这样是最简单的方法，这样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这是困难的方法，因为它没有，它没有啊。有乱毛有蛋吗？没有蛋，也没有蛋，我们的也没有加蛋，我们也不加蛋。哇，我觉得这有点颠覆，颠覆俺印象当中冰淇淋对冰淇淋的印象。是，而且刚刚一开始俺有收给你的个店名哦，其实很多开到行种嘛，店开到行种啊，唐讲劳动肉人家，很多人爱点头钱，看人个店名啊，黑唔出来黑马街，是吧？对，所以他都时常就说我们是变店，就冰店，他就说你变店是变哦，才用这样子。对啊，好啦，大家就是汉州人都变点子口味，对不对？看到冰进去吃就对了。对，所以这个都有 T 色的按用嘅意式冰淇淋，但枪油按用嘅雷蒙嘅 Q 米，而且这个是台湾在地柠檬做的。台湾在地柠檬，这也是你的坚持。对，这是我们的坚持啊，我知道了，里面唯一的油脂大概是柠檬皮的精油，可以这样讲。对，可以这样讲。所以它的柠檬的这一款冰淇淋的乳爽含量真的非常非常低。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啊，所有的食材都会有一点油脂在，所以它都会富含自己的油脂。反正等一下会提到，还有很多我们店里面很多产品都可以用代表。那他们都是用天然的食材本身的油脂。真的，对，这也就是我们店的一个特色之一。而且虽然有个雷蒙跟皮都低度，不过我没吃到富维米西，我完全不会觉得它苦苦的，它是很滑顺的。是。所以这个是梦梦店长亲推荐台家的一类雷蒙的 Q 米，但是我们的台饭书，我们的第一没有儿童台家分享的 Q 米哦，你最喜欢的口味是嘛该？哦，那最好的口味是哈密瓜。梅弄，对，这个糖起来就吃到同高级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对啊。这么跟你亲好哈密瓜 Q 米？第一个本身爱这个是最好是哈密瓜啦。然后第二个，它对我又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意义在。嘛该？就是当初在刚来冰店打工的，就是在当兵前来冰店打工的时候。那时候用自己的薪水买了哈密瓜给阿婆吃，就是想跟阿婆分享。哈密瓜口味吗？对，哈密瓜口味的冰淇淋给阿婆吃，然后分享阿婆也很喜欢，然后我也很高兴这样。然后后来去当兵没过多久都退伍之后，阿婆去世了，那时候就觉得没有办法再买给她吃，然后所以这个口味对我来说有个特别的意义。那我也有跟梦雨讲，所以他就说今年一定会帮我做出来。对，今年我们就这样子，我一定要去把哈密瓜找出来，对，来做一批来吃。对，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做。对。所以是黑影 V 二周哈密瓜给 Q 米，它有特别难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鼓手一定要挑选之后才有办法做出来。对，因为我们店的特色就是说我们坚持啦，应该也这样坚持，我们不用一些果泥，或是说他们先做好的一些，就是说先采收好的一些水果，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新鲜的水果自己处理。对，那所以要找到哈密瓜，其实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今咩平均值的东西，今咩做好的东西，农产品它本身就会种的蔬菜某 Q 用某 Q 用的时间，它就是都不一样。对，那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对，那我们要做一次冰淇淋，我们一次也要用10几颗一样好的
水果才可以做成一个冰淇淋。头一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找寻水果中最难的地方。没因为按用古手根本也没办法吃到啦，今天没办法吃到，但是今年有机会，对不对？有机会，因为答应了我们的德意对，走亚天时间，要做这样子的哈密瓜梅龙给 Q 米，古手像按用嘅意式的冰淇淋，唔知大家可能印象中有听过，咩可能有看过，咩可能有食过，啊唔过加到係用台灣菜地小農嘅果子，韓國自家要堅持啊食材來做嘅呀冰淇淋哦，同大家來分享。還有當中內容會同大家講，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非常大家要進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意式嘅餅哦，大家可能有聽過，啊唔過實際應用版嘅無腔用，加上一趟有套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就係呀乳脂跟空氣感嘅無腔用，呀相對來講可能係比較輕盈一點啊，食起來可能較空氣，因為冇按油嘅一種嘅餅，啊唔過加下有同大家分享哦，按用嘅餅咩當好食，韓國有當到種無腔嘅口味，啊佢們家有食到呀檸檬嘅口味，韓國有糖呀，誒某某韓國。第一來同大家分享一個這個哈密瓜的口味，雖然我沒有吃到，但是呢，有機會，對不對？我要開團購。但是呢，沙下來同大家分享係清油客家口味嘅，對不對？清油客家嘅米是很多吉種，它是有加了我們這個客家人清油苗嘅吉種在裡面，對不對？沒錯。哇，這個你們也是跟在地的農民共下來批合一起合作。這個用的是我們這個名字叫客家香吉嘛，那我們加的就是祖東阿金姐吉醬，它的有名的吉醬在裡面，好好吃哦。吉汁，吉汁，吉汁嗎？吉汁，那有吉醬嗎？吉醬的話，在他那邊講，吉醬是鹹的，吉汁是甜的。對，所以你是用甜吉汁，對。哦，有好好吃哦！而且它低度含有個吉類果乾的感覺，它也是果皮嗎？對，沒錯。那我們也在自己加了我們自己手工捏的那個金桔汁，手工炸的。為什麼要手工啊？因為幹嘛那麼辛苦？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試過，我們不是有那個這樣子嗎？對，啊，之前做過，用過，很簡單，很輕鬆，很快。對啊，壓一下汁就跑出來了。但是結果就是我們因為太用力，我們會把那個荊棘的那個皮的那個精油給它一起炸出來，就變得整個冰淇淋會變很苦。因為我們不能讓冰淇淋變苦嘛，我們只能自己一顆一顆。每次做一 round 就要切個幾百顆的荊棘，然後用手去炸，把那個汁炸出來。聽說兩位都是苦主嘛，對不對？哦，對啊。中大概會按辛苦，就是它是要用手這樣捏嘛？你可以示範一下那個。對，我們通常是會把它對半切，可是不要切到底，不能把它切斷，然後這樣捏起來的那個效率比較快啊。對，然後不會把它捏，就也不要捏太重。稍微把它捏汁進去之後，就趕快一換，因為有太多顆要切，太多顆要捏。而且記得按細粒呢，那麼小顆哎。對，然後而且還一定要就是保護好手，就要戴手套這樣，因為它那個皮其實有時候也會讓手有點不太舒服。哇。對。所以我現在這一碗很珍貴，我要好好的把它品嘗完。沒錯。所以它加了不止加了剛剛講的吉醬，你還要再親自捏那個吉汁在裡面。對。這個口味的調配應該要上東久，要研究東多拜吧，要研究很多次。哦，當然，我們每一個款口味其實我們都已經嘗試了很多次。對啊，我們就會試做很多次，有些時候是可能十幾次才可以完成一個產品。對。然後當然那我們另來講，我們也很喜歡把那些試做的產品分享給大家，就 call 大家那個客人，我們有那個你要不來當一個白老鼠，一起來跟我們分享這個甜點，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冰淇淋或甜點就給我們意見。
好棒哦！所以客人也常常参与这个试吃的活动。我们也会常常把这个过程放到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FB 上面呀，然后我们就大家就知道，然后就会一起来询问，对呀，也会给我们一些 idea 啊。对。那唐贡你就梦梦就非常喜欢把台湾的水果加入到你的冰淇淋里面，而且希望都是台湾在地本土的水果。对。那听说你们有同给很有名的这个五月桃，五月桃以前其实没有很有名，但是后来渐渐有名起来了。你啊，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对不对？对，其实我们每一款冰淇淋都有它的一个故事。好，那其实这里就有关于谈到说我们冰淇淋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冰淇淋是可以帮助到某些朋友的。那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的五月桃，对，这个情况我记得是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对，其实五月桃那是先讲一下，我们桃子是来自于尖石山我们一样是新竹的尖石这个素材，那在2008年的那个时段啊，其实山上的朋友他们开始种水蜜桃，然后那边的山跟水其实都很棒。所以他们种出来的品种非常好，水蜜桃非常好。但是由于那时候其实，在资讯的传达上面，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像现在那么的容易啊。所以他们那边农友就会烦恼说，他们种得很好，但卖不出去怎么办？对，然后我们就因缘有一个机会，那个明基友达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有在去帮助那边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我们就直接去跟那边小农去跟他们接触。那我们就说，请你们把你们的水蜜桃给我们，我们帮你做成冰淇淋，然后吸引客人来我们店里嘛，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分享说这个桃子是哪里来的。就太假是都东后生也嘿，然后嘿就会新竹酱上亚的蔬菜给桃子做出来暗后生的饼，安样。对，那得意那个时候有吃过这个水蜜桃口味的吗？有，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这个。真的，对，现在是没有嘛？快要有了，下礼拜就有。下礼拜就有了。其实本来我每年都会上山去跟农友，就是去了解一下战况。到现在也是每年都还是会去问这个状况。那其实这里就讲我们坚持用天然的水果的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也看天吃饭因为跟农民共用嘛，农民家的看天吃饭，古时候人家的是用这个好的农产品，而且是在地本土的。但是你们就是等于说要很灵机应变，就遇到什么状况就要想说完蛋了，我现在没有水蜜桃，就不卖了，就不卖了，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对，所以其实有一年可能是2-3年前吧，尖石山乡的水蜜桃被猴子群乱摘乱咬，这么严重，他们就没有什么货了。我们那年就直接就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出这个产品，那我们也没办法。对呀，所以就没办法。但是就是希望可以老台湾菜贴 T C 同台嘎伦分用。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么坚持要用台湾在地的水果？因为其实意式冰淇淋它基本上就是一类滚一个东西呀。就你这个技术是国外，但是你很坚持要用台湾的东西。对，那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们本身都很喜欢台湾这块土地。那栽种台湾这块土地栽种出来的东西，绝对可以拿到台面上。那既然我们是台湾的这个台湾人在这边，那我们做的冰淇淋，那我们希望就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让大家更理解到，很多客人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原来台湾的食材可以做出这么棒的冰淇淋。不是只有靠国外的东西才有办法让你们觉得说是好东西。其实台湾的食材绝对可以到一个台面上面，而且也可以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变化。那我们其实冰淇淋有一个好处，也是说它可以最直接的尝到食材的原味，而且这个就是因为意式的做法，没有什么油脂，对不对？对，我不会特别给它添加太多余的油脂啦，或是说一些不必要的淀粉啦，或是说不好的东西在里面。对，所以讲到这个意式冰淇淋的制成除太加它有讲到嘅呀，油嘅两种唔得按多。空气感可能没有这么多，它的制作过程大概是什么？其实制作过程的话，就分为首先就是我们前面先找到食材，然后我们再如何处理这个食材。假设你们也黑一个鸡肋好了，
就是荆棘好了，对，荆棘之后呢，要怎么处理它？对，所以我们就先拿到荆棘了嘛，对不对？然后像得意他们就会去棘，没有，我们要先还不是先用清水先洗3次，然后确保对，我们要确保它的表皮非常干净，然后接下来再用过滤水洗过1次，然后接下来对，然后才做刚刚说的那个比较复杂麻烦的对半切，然后一直挤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对，水果处理完成之后，再把它纯榨汁了完之后嘛，对不对？我们再把其他的东西一起 match 在一起，然后再把它倒到意大利进口的冰淇淋机里面。做出了以后就要赶快进冰箱。对对对，那这个过程其实很快。那我们就是说冰淇淋出来就是负离家好几度嘛，好，那我们这个时间，但它也一出来马上会融化，所以我们也要在很冷的一个环境下赶快把它装甜，然后用最快速的方法丢到冰箱里面去，对，去把它保存。有爱看得出来，你看亚文哈，现在是基本上外面已经整个融化了。对，有像是可能我印象当中是我很小的时候啦，爱是个本是。真的，一整只我在那边玩都不会变形的那种，对，就顶多变得有点软，但它一整只形状维持这样子的冰淇淋。但是那当然就是它可能比较蓬松，可能有一些添加物。对。但是其实真实的吃的东西，推扁以后真菌是变成这个状态的，是会化水这个状态的。没错。对。哎呀，因为这其实也就包含了很多空气的含量啊，还有是它是果汁。那室温一定融化，一定融很快。对，鼓手太家用上的就底哦，你可能吃到的黑马该东西。今日节目当中，除了同大家来分享这个意式的冰淇淋，还有等等内容同大家来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非常大家要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終於勸阿權妹，我也在地度嘅米西都還係結嚟嘅皮嘅香味，就係因為我剛剛說的這個客家香吉要在 Q 米嘅意式冰淇淋，到現在齒頰留香，好好吃哦，真嘅都好食。故說我相信大家同我共用讀到好食的餅，就會想愛買到不卡，不用等，反正有冷凍庫啊，餅到冷凍，應該都唔會壞太啦。但是其實這是。錯嘅，這是不對的哦。今日嘅福氣便利店吧，就會有請這個夢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冰淇淋不是說放到冷凍庫就好了，即使冷凍庫溫度很低，它其實還是會變質的，對不對？哎，沒錯。哦，怎麼看呢？因為怎麼看？首先我們可以先參考我們的時間，放了久不久？可能3個月，那就絕對太久。真的嗎？這當然還要看。我現在都是以我們自己家的冰淇淋為例來講。所以就是說，像家裡的冰箱，每台冰箱都會有一個除霜的過程。對。那這除霜過程中，其實裡面溫度就會提高。那這個過程中就有可能讓冰淇淋的表面有點融化。那有點融化的情況下，其實裡面的細菌就會開始活躍起來。我有印象，那個霜就是有時候打開冰淇淋上面會有一層。對，那就是所謂的他們講冰晶。哦。那個其實就上面就會有一些菌種。真的？那刮掉可以嗎？也就建議不要，因為其實那放久它也會味道也會變淡。哦。所以像很多朋友都說，怎麼樣去判斷說它有沒有可不可以吃啊，或者說能不能壞掉啊？對啊，怎麼樣？那其實最簡單還有一種就是分離。分離就是說看這個顏色。像我們的盒子，我們都會是透明的盒子。哦。那假如它分離了，其實很明顯，上面那個顏色就跟下面絕對不一樣。像亞哈人看到的胸片，它是分層，要帶它很明顯，它是比較深咖啡色的。對。像那個上面就是很明顯的，它跟下面的顏色就不一樣。因為沉澱它分開了，分離了。好，那就會造成這個飛，那這個就不能吃了。不能吃。那個吃起來口感就像冰沙，然後很明顯一吃就像冰沙，就不像冰淇淋。會像冰沙哦。對，冰晶啊，就像是你把冰塊融化，然後再把它冰回去，那個程度就像這樣子。按用就做唔得食嘞。
我可以再把它丢进去果汁机里面搅一搅，再拿去冰吗？不行啊，因为首先像我们的冰淇淋的组成一定有空气在里面嘛，哦它分离了，空气就跑出来啦，跑出来你就好吧，我忽略了意式冰淇淋的专业，所以安永就没办法了，就不行了。就没办法，而且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还是不要去吃了，因为担心有一些细菌。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对外观来看，看到它有本层安永的情形，就表示它变质了。对，那上面有霜，可能也是不太好。如果其实你只是刚拿回家不久几天，对不对？可能还 OK， 可以刮掉就没事了。但是真的放太久，还是真的建议不要。好，我错了。俺汉堡不会再过按永州对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真的好吃的东西，尤其是这样子，都已经用了当季的水果了，是不是就一定要赶快好好的把它吃掉，赶快吃？尤其这就是意式冰淇淋的新鲜水果的一个算是好处也是坏处。对，因为放太久，它可能也没有坏。但它的风味自然会变淡，就不一样。对，因为我们也没有加化学的添加物啊，维持它的香气啊，没有。都是天然的果汁发出来的香味。韩国啊，加到呀，它唔单枪做呀意式的冰淇淋，还有来做甜点，然后甜点都还同样米有关的，跟米有关系。对。为什么会想要做跟米有关的甜点？这就会，就要跟讲到就是我妈妈，她。这个我家的冰淇淋，我们家的甜点，然后就是用我妈的米。冰淇淋也有用米做的，也用一点，对，有用一点。也有哦，对。但是应该说，因为我妈她是这样，我跟她的相处下来，其实我妈从以前在我小时候，她就很坚持要这个新鲜的食材，好的食材给她要坚持要这样带给孩子。好，所以一方面我的经营这家店的理念也是有受到她影响。那我妈因为在我之前有生过一次病，我妈就真的下定决心，她要从根本我们最喜欢吃的米下手，她就自己跑去种稻。哇塞！种稻，那米那个范围越种越大，越种越大，到现在她就是做种米来卖米。那我们的那她从之前大概从我大学的时候，她就说，我们有做一些米粉，那想请我帮她来去做成一个甜点。然后从那一个就算是我做米蛋糕的契机。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米蛋糕了？对。那个时候用安永跟米谷粉，最近是很红啦。当时用米谷粉做甜点的概念应该还很少吧？对，那时候其实很少。几乎没有，非常，其实现在也没有到那么的多，现在也还是在发展的阶段。对，但比较常听到米谷粉3个字。对，所以你们可以用气嘎妈妈种给米来做米谷粉，等于也是自家的产品。听说这个台饭叔得意你T白色豆米蛋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觉。对，我第一次吃到米蛋糕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觉得它外表看起来就是像一般的海绵蛋糕。对，但是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对，可是吃进去它中心是很湿润的，就是让我就是比较惊讶到。对，真的耶！对，它的口感是不太一样。为什么？它不是？因为我想象就是面粉，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东西嘛，所以它会膨胀。不是，它会有空气感是很合理的。但是用这样子的米谷粉，每周得做出来这么蓬松的口感。对。这也就是湿润的，这也是我利用它食材本身的特性，因为大家吃白米饭都知道是湿润的，黏有粘性。对，所以米是可以保湿性在里面，所以蛋糕放在的米蛋糕里面，其实它也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就是跟一般我们米蛋糕跟一般戚风蛋糕差异，就是用面粉的戚风蛋糕差异的细微差异在这里。很好吃这个应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乡亲有去吃到这个米蛋糕的话，给他得个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其实大部分都很惊讶，因为其实大家都以为米的产品大概像是发糕，发糕，麻糬哦，还有什么？就是比较扎实的一个产品，不该是空气感的样子。对，那所以他们常常吃到这个戚风蛋糕，他们就会很怀疑，说我是不是有乱加，都不相信这是米的东西。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真的就是用米，单纯用米，好来跟蛋，还有一些鲜奶，
简单就完成这一个产品。就用米谷粉就替代掉了面粉，就降低了，就可能现在有些人会吃无麸质的饮食啊，对，所以就可以尝试这样子的米的甜点，米谷粉做的甜点。对，然后那时候也会做米蛋糕，用米来去强调的话，也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无麸质饮食的朋友，对的朋友，我们就希望，因为我觉得他也很喜欢吃甜点啊，但他不能吃甜点，就是只要有面粉的，他通通都不行，对啊，容易过敏。其实一般人其实或多或少都可能都有一点，程度严重与轻微差别对，所以我就开始在冰淇淋店，就是说慢慢发展这个无麸质的甜点这一块。哇，然后不仅可以做成米蛋糕，还可以做成米雪球，对，甜点雪球饼干，也可以用米谷粉按用个风色来去嘎粥，这样也做得出来。可以。所以好吃吗？得意跟大家分享雪球，都很好吃。而且我觉得你要有做给产品都有感头，是减糖的口味。我吃起来，我觉得这个口感很刚好，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们不管是甜点还是冰淇淋，其实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去做。那我自己我们都不太喜欢太甜。所以冰淇淋店经营到现在多久了？18年了。18年了，然后大家还叫你们给点本店，是不是？对，这当然这实际上还有前面有2位的前辈了。由他们的理念传承然后到我们这一代。所以可以维持这么久的理念很不容易，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一些顾客的回馈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在晚上的时候，然后晚上那时候有位客人，一个，你看一个男客人，一个爸爸走进来，那我一看他的样子，我就知道他就是老客人。一走进来他就很明确他在找寻他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很自然就上去说，请问一下，你要找什么啊？他说，我在找一个冰淇淋。然后我就下意识我就那你是要跟人家分享的吗？他说对。他说。今天是我跟我老婆那个离开的日子，那我想要带他喜欢的冰淇淋回去跟我的儿子分享，那他就说因为他跟他老婆很喜欢到我们店里吃冰淇淋，然后所以在这个日子他选择用冰淇淋来去纪念他老婆，跟他儿子去做分享。所以当下在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泪崩，就很感谢他，是说他们。把这个快乐的回忆，是从食物来的。对，然后我们这家店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故事，一个连接啦，对，让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做他自己觉得好的事情，去跟他儿子分享，让他儿子也知道说他跟他爸妈是怎么认识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回忆这样子。对，古时一个好食的东西做出来的材料，迄种用心做出来爱用的甜点，唔但想做得分大家做一好吃到动蛮久，要做得分大家心肝度要吃到动蛮久，同大家来分享对星座 Baxter 亚的故事哦。古早对星座各位乡亲啊，有机会做去参加到这边哦。古早今天也非常谢谢2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冇啊？好看福喜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